程嚟㗎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。前面佔先呢就係呢隻嘉應駿馬嘅，咁啊見到外欄位置銀河勇士呢，咁啊已經上咗嚟啊，入邊駿馬之曲啊追緊啦，第4位仲有嘉應勇士啦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外欄紅桃新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駿馬之曲響中檔已經透出咗隻一出即勝啊，跑第2名㗎嘛係銀河勇士啊，嘉應勇士第3，嘉應駿馬呢就跑到第4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駿馬之曲咁啊都係一隻都幾成熟啊，出到嚟咁啊都幾怪啊。就算咁啊都重新釘甲，佢都一樣可以贏馬，跑第2名，沿住外欄位置銀河勇士，第3名嘉應勇士，第4名係嘉應駿馬。好啦，又一隻蘇慧賢馬房嘅馬初出俾阿潘頓贏啊，駿馬之曲釘甲都唔緊要啦，照贏啦。第2名貼住條大外欄啦，銀河勇士第3係一對嘉應啦，嘉應勇士第3、第4，嘉應駿馬。今季馬房呢，第4匹嘅 PPG 一出就即刻贏啦。咁啊，嘉應一對就分別都包辦第3同第4名，即係洛飛勁啲嗰隻跑得好啲。所以銀河勇士俾多隻機會係正確嘅。